然无法了解压榨动物是不道德的行为感到无法理解。不羁不若非 Frigid Brophy。英国小说家62，如果我们能学着去关爱其他的生物，就会学着去关爱自己的同类，那我们就终于可以重拾人性了。法利莫维特 Farley Mowat。加拿大作家63菩萨兰德好心肠在内亲自生茁壮，这些都远超过教会和学校所教导我们的东西。在教会和学校，我们通常学到的是一些见解狭窄、盲目、无知、毫无爱心的教义，告诉我们动物没有意识，没有灵魂，也没有被尊重的权利。动物只不过是用来当宠物，让人糟蹋屠宰和奴役的。约翰·米尔 John Muir。作家64法律和公正的约束不应该仅限于人类，就像仁爱应该延伸到每一种生物身上一样。这种仁爱精神会从人心中真正流露，就如同泉水会从流动的喷泉中涌出一般。布鲁达克 Plutarch。希腊哲学家65一种见